是想讲，含摆台国后咧，我去做一个英文欣赏。台河边啊国后，我是决定讲，刚刚去到英国，啊，在国家咧好好来学。我冇想到，我了下个语言真是变形，我做体育嘅讲题之一。不过了在语言动神奇哦，佢唔系英文，佢系我从小是动熟落嘅语言，佢是系汉语。我系知道了种嘅语言点都会注意哦。我冇想到我会到客家电视台来主持节目。我就了解講，原來我從小到大都講嘅語言，佢係由東到頭擺客家人流傳下來嘅學問、知識、文化同地圖，其實佢係當講嘅，其實佢係當有味道嘅。